张书生，本来是甲本色联合，安怎斗河州假自雄？哼，张书生，你无将本色看在眼内，真是可恶至极。万岁，你何必生气呢？现在已经局势造成到这场面，你生气嘛是无路用。哼，假自雄有什么能力？会当说服张书生说心甘情愿，来互伊利用？听讲郭主任伫咧小灵山招一个竞赛，叫做朱洪武，伊率领河州的义军，以及世界征战，愈战愈勇，系讲威望也真悬。朱洪武，是啦，朱洪武伊是一个睁开看有囡仔，但是伊对人仁德宽容，体现下士，所以各地各位的英雄拢纷纷向伊投靠。哼！世尊不过是咧看有囡仔，伊有啥物威望成就大事？元帅，以军情所部，朱洪武伊率领河州义军起义了后，这半年东征北战，先后收复金华、楚州以及株洲各地，所以伊的现在的军力愈来愈勇。甘讲本帅威望，无按河州各地的军量，我绝对要甲这世尊比一了高低。元帅，这可能有淡薄仔困难。听讲周树成投靠河州义军了后，由永州的刘福通，伊联名各位反王，甲朱洪武联名合作。哼，朱武虽了不起，若毋是老票有入罪，敢讲有今仔日的成就？启禀元帅，小宁山市达求见。启济主，是。伊找我要做甚物？是咱乃是对于河州来，伊是专程要来求见主帅。那你命将军，在，去请伊就吧。是。元帅，期待为河州来访，我看咱要诚心表明，无得甲两方会当合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期待这届来遮，伊可能有联名之意。哼，本帅出来弄主见，你免问。期待拜大主帅，启济主，你专程来访，有何贵事？期待是奉着主公之命，来拜大主帅。哦，主母派来做说客，也是要甲本帅谈条件。只有主公的亲笔信，大主帅看过了后，你就会知影。什么代志？你这个要受气？哼！朱洪武目中无人，算什么有用好汉？竟然派刺在送信给我，要求我将基州的义军为号令，这根本是要害我投降的嘛！咱基州的义军嘛，不应该上挺强，必须爱甲各路的义军共同合作，共济大事。何必就为着这件代志，花遮尔大的性地呢？玉凤，这种厉害观念，你查某人毋捌？夫妻是生死局斗，我关心你，唔只会坑你。哦，你若安尼先讲，你有高明的意见。我听丁将军讲，朱洪武这个人英明大德，宽大为怀。假使伊若是要求咱联名者，会用考虑答应伊这件代志个？哼，这是妇人之见。连这种要家己做客做太路用的做法，本帅无想要安尼，降低信用依靠别人。有啦，你不应该有这么偏激的想法啊！我坦白甲你讲，但教祖上有德，但有了救我至尊帝王命，将来但君临天下，我不但要灭亡朱洪武，也要说服各地楚王的英雄。你哪会讲这种话呢？你千万都唔通违背这王救国救民的位置，心肝存着这种幸毒好杀的念头啊！对，你敢叫我心胸好杀，好，
安尼我绝对先抬车倒来你看。有了，你千万唔通一意孤行。你也知影，将当初组织义军的时阵，立下代志，要救国、救民、反暴政，救这个苦难的百姓。伊从来都无贪图富贵，想要做什么皇帝啊？我军人天来的福运，也是命中注定的代志，谁人都无法度给我改变啦。你竟然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，从来是要成在事的。你免管我要安怎，你只要知影你山穷水尽，出家将夫，将来我会予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你叫自言咯，不应该的富贵难当拿心怀。咱如此就应该互敬爱，切莫独自来做主裁，苦叹贤妻。你太无知，为夫鸿运写的东西。你爱的丈夫，连道理大事成功，你好会有意。有良，你莫搁再讲。朱王武现在义军实力壮大，现在咱军中军向粮草不足，使得我无法度大敌用之。玉凤，你必须要将这王留落来总宝道交出来。这王有啥物总报道？谁甲你讲？哟，你免想要瞒我，我要来举手投降的以前，就打条去清理错咯。原来你投降阮这王受无德的。你唔通乱想，这王会重用我，委任我为做主帅，乃是我一片忠心耿耿，而且表明去夺回报兵道，献给我这王的功劳啊！也毋过阮这王，好了，你唔免搁再讲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唔是考虑军代关系，才有这王做孙婿，一个巴结着这王做一个大元帅。你做军变啦，变得甲连我都无法度通我了解你。哼，你未了解，我有啥物办法？你应该将总宝道交出来。我无啥物总报道。你搞什么魔我？你怕我？想要到你心肝这么凶？哼！今仔日到这个地步，命令你唔交出来，全部都可能都跟你讲，我唔知啊。除非你就答应讲，你甲朱洪武合作，也若无，我绝对唔交这总报道。有，我是你红嫂，你竟然要帮助别人，无将我看在你手中来做。全部都可能都跟你讲，你就是甲我拍死，我也唔知啊。好，3天给你困难，你都要将总宝道交出来。有良，有良，阮有妻情妇，你全无顾，口口
3年，真晓尾啊害死阮这王，你还阁敢来气我？我就是专家要来甲你讲，王爷确实是被陈友良亲身毒害致死的。哼，迄两杯酒明明是你捧来敬阮的，无毋对。也毋过，阮只是伫咧酒中下迷犯药，要互你甲陈友良两个人昏迷，然后则偷摕报病毒。你甲背叛阮这王！阮只是不满王爷遐尼重要陈友良，所以王爷被害死了后，阮大哥也赔送一条性命。我为着要查出真相，一直留踮咱的王府附近，要收集证据。结果安怎样？找到这，就是陈友良的证据。师公，徐达飞鸽传书有急事。啊！徐达，你刚转来，厝中是安怎讲？出我所料，陈友良无想要连任，徐达想留在河州，也阁用心要款去。老先生，这一摆我联名义军，乃是要消毒暴政，解救遐苦难的百姓。也毋过陈友良一意孤行，不连名，不动员，那安尼以后，咱的困难敢是定定呢？师公，但必须爱想一个妥善的办法。哦。老先生有甚物高见？咱必须爱找一个可攻可守的军纪地才会用。那安尼，老先生认为倒位较适当呢？我看金陵良环好记，地形最好。我建议公主金陵为做军纪地。公主金陵，这一摆是准成不准败。也毋过，以咱现在的实力，若是要公主金陵者，恐惊无够啦适当。听讲，元将铁木里，伊主要的兵力拢是散布在牛之山甲彩石基一带。咱若是会当以计抵处，必定成功。老先生，那安尼讲，你早就有计策咯。彩石基是金陵城要冲的险地，要攻取金陵，就必须先攻陷彩石基这个所在。老先生讲得真对，彩石基这是兵家相争的要地啊！阿英，你哪知影遐尼清楚啊？阮阿爹带我去牛之山，中塔庙进香，也先煞去查探实情。哦，原来你已经去过彩石基啊？子龙，我还要阁甲你讲一个消息，你敢捌一个叫做金梅娘？啊？你去过金明娘啊？是啊，伊是住伫咧中塔庙的内底。哦。小姐，啊，你也会记得金姑娘哦？原来恁是专工地要来探秘术。是啦。啊，伫内面，来，我带恁来去，请。
娘，感觉现在无有定的下落性。一世人也无法度当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定伊被原将贴无字这回为啥？现在是贴单子的后生。什么？伊变哪有可能放杀家己的某囝？这太无人情道义。我想有定。伊也毋是一个负心郎，有可能伊是贪图富贵，一时失足无法度通做。既然你较知影伊的下落，无论怎样，我是绝对要促成恁翁仔某团圆。哎呦，元军来呀！元军是来创啥物？迄道要贴无李元帅，甲伊小妹要来庙的进香，我甲恁讲哦，千万你唔通出去，才袂惹麻烦。